近排黃金嘅價格咧，好似坐火箭咁升啦，唔少人都可能有個疑問啦，依家先追入黃金會唔會太遲啊？又或者除咗買金條、黃金嘅 ETF 之外，仲有冇其他選擇呢？今日就同大家介紹一個啦，被稱為黃金界愛馬仕嘅品牌，就係老鋪黃金啦。佢唔單止係一件黃金產品，更加係藝術品同埋身份嘅象徵噃。到底佢點解咁犀利呢？我哋今日就一齊嚟講下啦。其實純粹投資黃金嘅話咧，喺上一條影片嗰度啦，都同大家提及過啦，飾金並唔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啊！但係點解老鋪黃金依家咁受歡迎呢？喺今年內咧已經加價咗3次之餘啦，仲要限購，都係要排住隊去買嘅喎。就係因為老鋪黃金 sell 嘅唔係純粹黃金，而係工藝同埋品牌價值，呢啲咧都可以令到黃金升值嘅潛力更加大。呢點咧就係老鋪黃金嘅精髓啦。先同大家介紹下乜嘢係老鋪黃金啊！老鋪黃金係一個嚟自中國嘅高端黃金品牌，品牌喺2009年嘅時候創立，所以係一個相對較新嘅品牌嚟㗎。截至現時為止啦，老鋪黃金啦有40幾間門市啦，喺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廣州、深圳同埋杭州呢啲地方都有分店啊，全部都係一啲高端嘅商業中心嗰度。咁而喺今年嘅6月份啦，都開咗佢哋首間嘅海外店，就喺新加坡㗎。咁而喺香港方面啦，喺海港城、廣東道同埋 IFC 都有分店嘅喎。咁而老鋪黃金啦，喺2024年嘅6月28號喺香港啦，以40個半嘅招股價上市，而上市1年左右啊，喺今年嘅6月29號咧就已經曾經創下咗1018蚊港元嘅呢個歷史新高，成為咗金牛股添㗎。咁而截止到啦2025年嘅10月24號啦，收市價咧就694蚊㗎，較招股價依然咧都係高出咗好多倍啊！嗱，不過喺度事先聲明啦，呢條片咧並唔係叫大家咧買呢隻股票，因為短時間裡面咧急升咗咁多啦，再加上咧今年內咧其實已經配股咗2次㗎啦，咁所以呢條片咧純粹咧都係為大家介紹下老鋪黃金呢個品牌啦，同埋到底佢同其他金鋪有啲咩分別，點解會咁受歡迎啊？近年咧老鋪黃金啦被譽為黃金界愛馬仕咧，主要有3大原因㗎。第一就係極致工藝啦，佢哋堅持用古代嘅宮廷金器工藝啦，係以純手工嚟到製作，例如花絲鑲嵌啦、暫刻啦、收金呢啲啦，都係一啲中國嘅傳統工藝嚟㗎。當中花絲鑲嵌嘅工藝啦，更加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製作過程複雜費時啦，但係製作出嚟嘅金飾啦，就有非常之豐富嘅層次啊！嗱，有啲作品啦，甚至要幾個月或者幾年嘅時間去到製作啊。所以佢哋嘅金飾除咗係黃金，更加係件藝術品，令到老鋪黃金嘅金器啦特別有收藏價值啦。第二咧就係佢哋嘅設計咧充滿文化底蘊啦，就係將中國嘅傳統文化，例如好似敦煌啦、生肖咗神話融入設計入面，就唔係一啲啦普通金鋪大同小異嘅款式啊。嗱，第三咧就係因為佢哋限量發行啊，嗱有好多產品啦都係限量版，甚至乎係定製，所以稀缺性咧係極高㗎，就唔似啦一啲咧連鎖金行佢哋嘅產品啦都係量產啦，咁所以老鋪黃金嘅產品咧佢哋嘅保值能力咧就更加強啦，而且咧雖然咧係以古法黃金為概念啦，但係佢哋嘅營銷手法咧就好與時並進嘅喎，就係以一個高端品牌形象嚟到經營啦。咁客人咧就好似入到愛馬仕一樣啦，就會有一個貴賓式嘅服務體驗啦。咁店員咧就會着住中式嘅服裝啦，服務殷勤啦，亦都會為客人啦提供啲貴價水呢啲嘅尊貴服務啊。所以呢啲種種嘅原因啦，亦都令到品牌咧有黃金界愛馬仕之稱啊。嗱，聽到呢度啦，可能你都會問啦，同樣都係黃金啫，點解老鋪黃金可以賣貴咁多呢？而且佢哋用嘅咧係9嚿金，並唔係4條9嘅足金啊。咁但係咧，裡面賣嘅黃金佢哋嘅價位咧，比喺香港嘅啲足金仲要高㗎。而喺片頭裡面咧都提及過啦，就係佢哋今年裡面咧已經加咗價3次咁多啦。最近嗰次加價啦，好多款產品咧更加係加價超過2成㗎。佢哋嘅加價力度咧一啲都唔細㗎。咁但係門市咧依然都係咧大排長龍㗎。點解可以做到咁誇張呢？嗱，不如咧我哋嚟個簡單嘅比較啊！嗱，第一就係啲普通嘅金條啦，嗱佢哋價值咧就主要睇金價，工藝咧就接近0嘅，就純粹投資嘅用途啦。咁第二就係啲普通嘅金飾啦，咁呢啲嘅金飾咧佢哋有設計，但係量產嘅，咁所以咧嗰個工藝嘅價值有限，咁而當你回收嘅時候咧，呢個工藝價值咧就會歸0㗎啦。第三就係老鋪黃金嘅產品啦，嗱佢哋金飾嘅價格咧係包含咗金價啦，再加工藝，再加文化，再加品牌
日㗎。所以咧就好似咧愛馬仕嘅手袋咁啦，個別嘅一啲限量產品咧喺二手市場咧仲可能會升值添噃。嗱，舉個例子啊，嗱，一件老鋪黃金嘅敦煌飛天金雕啦，就係用咗過千小時去到製作，咁所以咧絕對唔單止係黃金啦，更加係博物館級嘅藝術品啦。咁所以佢哋嘅客群咧就包括收藏家啦、企業家，甚至乎係國際客戶㗎。嗱，加上咧現時喺內地啦都好興新中式嘅風格啊，呢類型咧以傳統工藝作為賣點嘅品牌啦，喺好似小紅書啲網上平台嗰度啦，佢哋嘅瀏覽量咧都係極高㗎。再加埋咧就有明星支持啊，例如好似 Angelababy 啊、楊冪啊、孫千啊、任嘉倫呢啲嘅明星啦，都有戴老鋪黃金㗎，所以唔難想像啦，點解老鋪黃金呢個品牌依家咁紅啊？好啦，如果你真係對老鋪黃金有興趣嘅話咧，都記得要注意以下啲事項啊。首先第一，佢就一定係長線投資嚟㗎，唔適合短炒。第二咧就係要識得分辨真偽啦，最好咧就係從官方嘅渠道嗰度購買啦。第三就係記得佢嘅價值啦，唔會完全跟金價上落㗎，更多咧係由工藝同埋稀缺性去到驅動個噃。好啦，今日呢條片咧就嚟到呢一度啦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，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，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㗎啦。我哋下條片見咯噃，拜拜！